民众若属中毒，目前只会当靠抽血来检验，看是啥物毒。检验至少得爱4点钟，恐惊会耽误到治疗的时机。过来真侪间病院做伙开发一套检测的平台，就亲像是做快筛哦，半点钟内底就当分析出是啥物款的毒。然后初步检验一般都是用免疫检测法。那如果说你要确定到底会不会有伪阳性的问题的话，就是要用质谱仪，不管是毒物反应或什么药物反应，刚开始用免疫检测法。那如果说是阳性的话，我们就用同样检体，这样质谱仪来做确认。拉曼的一些可携带或拉曼检测法，它的准确度就会比照那个质谱仪。这个平台的检测速度比目前使用的系统是紧8倍哦，30分钟内底当分析出体内的毒化物，会当来帮助医师争取治疗的时间，包括农药、食品的添加物、有临床的药物、新型的毒品，拢只需要1点仔的检体哦，就当来做检测。这个技术平台哦，嘛伫今年7月发表伫国际期刊，是真受到肯定。